韓國股市過去一年曾經飆升咗超過200%，最近突然之間由高位跌咗2成，指數跌穿晒所有嘅主要平均線，孖展爆倉，咁係咪已經玩完呢？導火線呢就係監管機構見到市場孖展金額超過240億美元，年輕人瘋狂屙煙炒股，就開始影響到金融市場嘅穩定，因此政府就決定要出手收緊證券嘅貸款，導致好多炒孖展嘅散戶咧被逼即時斬倉，連帶最核心嘅 AI 記憶體雙雄 Samsung 同埋 SK 海力士嘅股票都被集體血洗啊！今集我哋一齊探討3個問題。第一，點解 Samsung 同埋 SK 海力士喺過去1年個升勢咁強勁呢？究竟咩係 HBM 呢？第二，點解美股嘅 AI 記憶體晶片股同時會被集體拋售呢？第三，長遠嚟講，呢個板塊仲值唔值得去留意呢？點解韓國人炒孖展會炒到咁瘋狂嘅呢？係因為貪心定係因為無知呢？你男友玩藍籌賺唔夠，轉紅籌炒孖展高風險，有對兄弟會借錢。原來背後係有好多代人嘅絕望同埋歷史包袱嘅。話說香港已經連續16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嘅城市，而韓國呢，當地人會形容為地獄韓國 Hell Joseon。後生仔啊，同樣都係面對緊暗淡嘅前景。如果唔喺名牌大學畢業，咁就好難揾到份好工。一畢業呢，就可能等於失業㗎啦。就算入到大公司去打工，都要面對住傳統嘅階級文化，長時間 OT。放咗工之後，又要應酬飲酒，同老細打好關係啊，先至有機會升職。所以佢哋都希望搏一鋪，透過股市孖展去改寫人生命運。呢一種屙煙命運嘅民族性，原來有好長嘅歷史。由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玩到幾乎破產，全國就發起獻金救國運動，幾百萬嘅市民排晒隊咁樣，將自己嘅結婚戒指、頸鏈都捐晒俾政府，之後就慢慢轉化成為金融市場上面嘅炒作風氣啦。依家咧，全韓國嘅活躍證券戶口超過1億個，講緊係計埋老人家同埋 BB 啊，平均每個人都有2個戶口，開孖展搏一鋪，變成咧好似整容咁樣咁普遍啊！今次嘅導火線，除咗韓國嘅槓桿爆倉事件，仲有2單震撼美股科技圈嘅新聞，令到美股同步失守20天線。呢2單新聞先至係今日嘅核心，撐起呢一場韓股牛市嘅，全靠一粒叫做 HBM 嘅記憶體晶片。首先，點解 Samsung 同埋 SK 海力士喺過去1年嘅升勢咁強勁呢？到底咩係 HBM 呢？因為目前全球只係得3間公司有能力去量產成熟嘅 HBM， 分別係韓國嘅 SK 海力士、Samsung 同埋美國嘅美光。全球係冇第4間公司可以做到，因此佢哋嘅毛利率高達80%。科技巨頭根本冇得揀啊，只能夠向佢哋去落單。根據早前 Samsung 同埋 SK 海力士嘅財報，佢哋分別錄得幾百億去到上千億港紙嘅利潤，比起過去1年賺多咗幾倍，去到10幾倍，利潤非常之驚人。咁可能你聽過好多 AI 晶片嘅術語，例如 CPU、GPU、HBM、DRAM 等等，到底佢哋有啲咩關係呢？ NVIDIA 嘅 GPU 晶片咧，就好似一個1秒鐘讀完100本書嘅超級天才。GPU 平時負責 AI 運算，但係咧要成功進行運算，首先就要餵足夠嘅數據俾佢去做推理同埋訓練。邊個俾啲 data 佢啊？咪就係記憶體晶片咯。如果冇充足嘅數據咧，其實啲 GPU 有幾勁啊，都冇用。記憶體晶片咧，主要分成2種啦，分別係 DRAM 同埋 HBM。DRAM 係舊式嘅記憶體晶片，安裝位置同 GPU 嘅距離好遠，就好似咧起喺隔離嗰條村，容量又好細嘅舊書房。咁呢個天才咧讀書就快到飛起嘅，但係咧書房個門口又窄，距離又遠喎。每次要等到啲人咧慢慢行過嚟就拎一本書俾佢睇嘅時候咧，就算呢位天才1秒可以讀到100本書啊，但係因為工友1分鐘先至送到1本書，佢咪只係可以坐喺度托手踭齋等，咩都做唔到咯。不過咧
HBM 高頻寬記憶體嘅出現，就等於直接喺呢個天才嘅四周圍起咗一座360度環繞、幾百條全自動輸送帶嘅巨型圖書館，同時間將幾百本書送到去呢個天才嘅面前。嗱，咁就唔會浪費時間同埋浪費咗佢嘅閱讀同埋學習能力啦。咁傳統嘅 DRAM 咧，其實就好似一間間打橫排列嘅書房，而 HBM 咧就好似將好多間 DRAM 嘅書房垂直咁樣堆疊埋一齊，變成咗記憶體晶片界嘅 IFC 啊！再用 laser 精準咁樣開咗幾萬個細窿，打通晒啲大廈嘅 lift 槽同埋傳輸嘅線路啊，然之後直接放埋喺 NVIDIA 嘅 GPU 隔離，裝埋喺同一塊底板上邊，距離近咗，管道多咗，咁所以第4代最新嘅 HBM 傳輸頻寬高達每秒2至3 TB， 數據吞吐量提升咗4至6倍。嗱，講到呢度咧，核心問題就嚟啦。點解美股嘅 AI 記憶體晶片股又會同時被集體拋售嘅咧？導火線咧係2單新聞。第一， Meta 計劃推出 Meta Compute， 向外部嘅客戶出租過剩嘅算力。第二， Elon Musk 嘅 XAI 都變成咗算力批發商，將 Colossus 超級電腦群算力長租俾 Anthropic 同埋 Google。咁呢2件事就直接摧毀咗記憶體晶片股高估值嘅核心邏輯。轉售過剩算力咧，其實等於公開承認我而家有多餘嘅產能，算力其實係冇想象中咁缺乏嘅呢一件事。咁大家就要先明白 AI 算力食物鏈背後嘅邏輯啦。我哋可以想像為 NeoCloud 就係最下游嘅算力買家， NVIDIA 就係中游嘅批發商， Samsung、SK 海力士、美光就係金字塔頂部嘅記憶體晶片廠家。過去2年嘅時間， NeoCloud 新興算力雲就扮演住二房東嘅角色。佢哋本身係冇大模型技術，生存之道就係向 NVIDIA 買大量嘅伺服器，再透過轉租算力俾 AI 初創公司去賺取中間嘅差價。當啲科技巨頭例如 Meta、XAI 都將自己嘅算力平租出去咧，咁二房東嘅生意咧就會大受打擊啦，市場資金就會推現啊，初創公司可能唔再揾 NeoCloud 去租算力，令到 NeoCloud 賺少咗錢，咁就可能會停買新嘅伺服器，導致 NVIDIA 嘅訂單減少，亦都同時減少向 Samsung、SK 海力士、美光採購 HBM， 短期咧令到上游嘅儲存供應鏈受到沽壓，所以最近呢3間公司集體重挫，都跌穿晒啲20天線。咁可能你會問，依家記憶體晶片股大跌啦，咁係咪已經玩完呢？我反而認為呢一個嘅調整有機會造就合適嘅機會重新上車。長遠嚟講，有2個原因令到我繼續留意呢一個板塊。第一，科技巨頭出租舊算力並唔代表佢哋唔買新晶片，佢哋急住將啲舊世代嘅算力去出租變現，正正就係因為要騰出資金同埋機房空間，買入 NVIDIA 最新嘅 Blackwell GPU， 甚至可能係下一代嘅 Rubin 平台。單係今年，微軟使咗1900億美元， Amazon 又使咗2000億美元去 upgrade 最新嘅 GPU。當 AI 大腦越聰明，咁就需要越多嘅記憶體儲存知識 ，HBM 嘅容量必須要跟住提升啊！所以咧，只要科技巨頭想繼續去訓練新嘅大模型，咁就要不斷採購最新嘅 GPU 同埋 HBM 啦。就好似如果而家仲用舊嘅 iPhone 手機，單係去 update 個 iOS 啊，可能已經係用爆咗成部機嘅容量，連開相機影相都開唔到。就算唔增加數量，但係技術升級依然係一個剛性嘅需求，呢個就係點解即使科技巨頭唔再瘋狂增加 GPU 嘅購買總數量，佢哋都必須要將現有嘅晶片嘅質量咧去升級，因為 AI 模型嘅演算法其實每一日都喺度進化緊，佢哋嘅底層代碼天生就係為咗最新型嘅 HBM 超高頻寬而去寫嘅。如果有一間公司仲係死咕咕咁樣守住舊一代嘅伺服器，就等於堅持用一部舊嘅 iPhone 去行最新嘅演算法，訓練效率會比對手慢咗成幾十倍。喺呢一場 AI 比賽裏邊，速度慢一步就等於直接出局。第二， HBM 嘅記憶體晶片廠同科技公司簽咗 LTA 長期合約。
呢個咧就係最好嘅護城河啦。傳統嘅合約咧就好似去 Zara 買衫咁樣，買完唔啱我，隨時咪可以退貨咯。但係簽咗 LTA Long Term Agreement 長期合約，就係代表落咗訂之後啊，就算你唔買都要 full pay。因為 Samsung、SK 海力士同埋美光會為呢啲科技公司一對一度身訂造適合佢哋嘅 HBM，由台積電先進製程直接將 HBM 同埋 GPU 封裝喺同一個基板上邊。科技巨頭為咗追求極致嘅效能，佢哋嘅晶片都會有唔同嘅針腳、控制邏輯、物理接口嘅設計。就算有一日 Google 唔想再同 SK 海力士入貨，都唔能夠直接用微軟嘅 HBM， 即係話晶片係冇轉售市場嘅。美光喺2026年嘅財報就明確指出，喺2026年年底前嘅 HBM 產能已經係100% 售罄啊！合約仲包括咗高達220億美元嘅預付款。另外 SK 海力士仲取消埋價格上限，確保當市場現貨價暴漲嘅時候咧，嗰啲長約價都可以跟隨上升，令到單季營業利潤飆到37.61兆嘅韓元。美光嘅最新毛利率更加係鎖定喺幾乎神話嘅81%。而全球只係得3間 HBM 製造廠，佢哋係屬於壟斷性嘅業務。呢次暴跌將散戶嘅槓桿洗乾淨，但係唔會影響呢啲公司本身嘅賺錢能力。如果企業嘅競爭力同埋長遠價值係冇改變，咁短期價格調整對於投資者嚟講反而係好事，因為能夠提高未來潛在嘅報酬率。當呢啲股票回調去到合適嘅價格水平之後，機構投資者就會重新進場去吸納股票啦。我哋作為動能投資者，唔會喺下跌嘅時候去接飛刀，反而會留意住一啲大戶買貨嘅訊號。例如價格出現頭肩底嘅見底形態、Cup with Handle 嘅上漲形態，以及 Pocket Pivot Volume 等等，去斷定大戶有冇重新進場。以往香港人只可以買到美國上市嘅美光 MU， 不過好消息咧就係7月10號開始 SK 海力士已經喺美國上咗市啦，值得留意住後續嘅價格發展啊！想學習更多，歡迎按以下連結報名3小時免費網課。到時我會詳細咁分享自己嘅投資藍圖，點樣以動能交易配合中長線嘅環球資產配置，去做好進攻同埋防守，同埋全新8大獨家 TradingView 指標，一個懶人包 Click and Paste 就可以複製我嘅設定，幫助新手更加容易去挑選領導股，掌握買入同埋賣出嘅時機。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Investing is a lifestyle，我哋下次見啦，拜拜。